张先生，如果你再继续不配合的话，反正他罚你3到15万，你也不怕就对了。既然这样，我现在就回去开单哦。我现在就回去开单哦。Get going on. Don't on. Yeah. You gon' say. Don't say. Yeah. Maybe. 走这个门，然后往这边跑了，头起来，没有，直接，对，先往上顶吗？对啊，到时候我们就看怎么弄，没有顶，就可以顶哈。对，到时候他出来连给你了。哦，好。我想让他往那边走。狗不会动啊？不会不会。你拄啊，讲要甲我赔罚单345万，你即马爱赔我345万，啊使看，无跟我来警察局啦！太夸张了你！都要看啦！蟑螂是安怎？应该没什么伤，可能要脱完衣服才知道。面是打我破皮了，消炎了，应该没。这边呢？怎么讲？因为他刚才你撞，就摸到。对啊，还好了，就是因为剧组工作人员他们都保护我们安全，所以基本上都还好。不过第一次稍微滑了一些啦，所以就第一次的时候我就不小心把人家墙壁弄破。这场戏其实就是要呈现回英泰他这个人，就是他感觉就这样觉得没什么太多表情，就冷冷的这样。然后他其实比较好笑的啦，我觉得就是可能就他比较可爱的那一面，就在这场戏有呈现出来。